过来大家防诈骗的经验至少拢上亿。最近云林县有民众发现讲，家己受到爱情交朋友的投资诈骗，损失1000万，去向警方报案。警方有抓到嫌犯，嘛以诈欺洗钱防制条例，甲这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锁定嫌犯后，立即申请搜钞票，由庇小组出动，顺利逮捕犯嫌。因为有一名男子被以假爱情交友投资诈骗。 犯人以网络爱情交友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佮鼓吹被害人购买虚拟的钱，总共兜了1000万被骗。我总金额大概就是在1090万8800元，然后等到我发现说这整个是被诈骗的时候，其实已经都来不及了。这个最新设计的这个打诈仪表板，那看到我们这个假爱情交友的这个诈骗的手法，他发现他一直没有办法出金他因此。 他知道说要赶快的跟警方做结合合作来打击诈骗集团。在彰化有一名妇人被投资诈骗，好佳在和警方合作，第一名交100万现金时，当场逮捕诈骗车手。另外，台中有一名70岁林姓妇人，日前到要求要领现金23万，表示保险员要到厝收保险费，被行员查挂有异状，赶紧报警。经出来人询问后，才无被骗。经远警 解释后，该妇人可能遭遇假投资诈骗，该妇人才打消提领念头。警方表示，为了提供民众会当查看上新的诈骗案例和手法，警察署设立105打诈仪表板，今年1月份全国受理13000多件，受骗金额高达95亿4500万。但近期一礼拜，2月11号到2月17号，毛受理2778件。 损失的金额就超过15亿，主要诈骗手法嘛是假投资诈骗，民众未当无防。公司新闻王伟雄综合报道。